馬太與釋經對上嘅分享，我哋開始咗釋經實例嘅第一個分享，今次係第二個分享，仍然環繞住馬太福音17章24到27節作為一個例子。上次嘅分享裏邊咧，我哋從經文嘅內部開始，透過經文嘅字句加埋佢嘅處境，對經文有初步嘅觀察，同埋咧了解佢一啲嘅重點。今次我哋嘗試用另一個角度睇，釋經多角度，即係話咧同一段經文，放喺學者嘅手上邊，佢哋除咗會睇到我哋眼前睇到嘅嘢之外咧，佢哋仲有啲咩嘅釋經嘅角度去理解咧？其中一種嘅釋經嘅方法，我哋較為容易接觸到嘅就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我哋通常譯做聖經批判學，或者簡稱聖經批判，又或者叫做聖經鑑別學。咁啊，同一段經文，我哋一般基督徒當然我哋好容易觀察到嘅經文嘅字句啦，所呈現嘅信息，但係學者嘅視覺又點咧？佢嘅視野又點咧？佢哋睇到嘅唔單止睇到經文本身，亦都睇到經文背後嘅歷史。佢哋好似會追尋埋經文背後嘅一啲嘅歷史，但係就唔係話經文係邊一個嘅作者，或者寫俾邊間教會啦，幾時寫啦，喺邊個地方寫啦。當然呢啲都係佢哋會留意嘅關注嘅內容。但係咧，佢有另一種嘅關注，就係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簡介嘅三種嘅批判學：來源批判、形式批判同埋編修批判，有時叫做編輯批判。咁當然啦，學者都會留意經文裏邊嘅世界嘅經文呈現嘅一個嘅咩嘢嘅信息俾我哋睇咧。佢亦都牽涉到另一啲嘅批判學，就包括咗敘事修辭同埋社會修辭學。呢個稍後再同大家分享。好啦，我哋先由第一個開始。當我哋咧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可能你最初都留意得到佢有冇一種嘅特色，就係呢段經文似乎喺馬可、路加、約翰福音都冇出現嘅。換言之，呢段經文咧係馬太獨有嘅，可能咧早都觀察到呢個特性。跟住你又會留意到有另一段經文咧，同呢段經文有啲相似，都係講稅嘅。呢段經文係講聖殿嘅稅，但係另一段經文咧22章係講納稅俾凱撒或者該撒，跟住同羅馬嘅稅制有啲關係。咁你亦都會留意到咧，另一段經文佢本身咧，似乎唔單止馬太記載喎，喺馬可同埋路加都有非常接近嘅記載。換言之咧，佢哋係共有嘅一啲嘅經文。三卷福音書，我哋通常叫符類福音，馬太、馬可、路加。跟住我哋又會問啦，咁又有相同，又有啲獨特嘅地方，點解有咁嘅現象出現咧？背後有啲咩原因咧？當我哋咁樣追查，就唔係好想繼續觀察落去嘅時候咧，可能係咧我哋已經進入咗一個叫來源批判嘅範圍 （source criticism）。我哋可能未必知道點樣下一步點做，但係學者咧，佢哋又會細心嘅分析，好嚴謹嘅分析，比較經文馬太、馬可、路加有共通嘅地方。有啲相同嘅，有啲唔相同嘅，但係有啲好獨特嘅喎。點樣解釋嘅現象咧？佢哋就將呢個嘅現象或者所呈現嘅問題咧，就歸納為一個名稱，就叫做符類福音嘅難題 （Synoptic Problem）。而喺當中嘅研究裏邊咧，出現咗好多啲嘅觀念我哋會有機會接觸㗎。可能其中一種嘅成果咧，喺度同大家簡介一下啦。可能大家已經都初步都知㗎咯。大部分嘅學者透過呢啲嘅分析，佢哋都會覺得其實馬太嘅資料來源、馬太福音嘅寫成其中可能嚟自馬可福音啦，即係馬太同馬可共有嘅經文，即係相似嘅經文啦。有啲經文咧就係同路加相似嘅，就唔係馬可嘅。咁咧嗰啲通常都係同耶穌嘅教導言論有關。另一種咧就叫做馬太獨有嘅來源。所以你發覺呢啲係構成咗馬太福音嘅其中一種來源嘅一個嘅想法。呢個都係大部分學者都會認同嘅，但係只不過一個建議啫。咁呢種嘅觀察同埋結論對我哋釋經有啲咩幫助咧？當然有一定嘅幫助，或者可能都會有啲例子俾大家睇到嘅。好啦，去第二個嘅觀察同埋分析。第二種嘅方法係點樣咧？嗱，有時我哋睇段經文嘅時候咧，我哋都可能要曾經問過，或者已經有一種嘅諗法，就係咧呢段經文係咪一個比喻咧？係咪一首詩歌咧？而家講緊佢嘅題材喎，詩歌可能諗起詩篇啦。又或者呢段經文好明顯咧，好似一個有故事敘事式嘅形態，又好似一個神蹟，但係好似咧唔係我哋所見到完整嘅神蹟喎。咁我哋點樣去理解觀察呢個經文呈現出嚟嗰個形態，我哋叫文體或者題材咧？特別你哋見到27節所講嘅神蹟，又好似冇咗下文，唔係一個完整嘅神蹟咁嘅喎，點樣理解咧？但係當然咧，可能我哋基本有觀察，大家都做到嘅，甚至大部分嘅釋經書都會咁樣表達嘅，就係咧。呢段經文咧，個組成有兩部分，例如我哋有個對話啦，對話就係第一個係彼得同收丁稅嘅人對話，第二個嘅對話就係彼得同耶穌嘅對話。
喺對話之中，你又發現啦，好似個重點又唔係點樣描述啲內容喎，而係似乎喺耶穌有一番説話係可能幾重要嘅喎，就係耶穌嘅言論。嗱，我哋觀察晒呢啲嘅嘢，但係我哋點樣將佢綜合咗、整合咗之後，俾一個嘅俾一個描述，俾一個字眼去講出呢段經文嘅特色咧。嗱，當你咁樣去觀察一段經文表面呈現出嚟嗰個結構特色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又已經進入咗形式批判嘅範圍啦 （form criticism）。點樣形式咧？英文就係 form，form 即係類似講緊佢個文學嘅形式題材係點樣。啊，當然個信息都重要，不過咧佢首要咧關注佢係邊一種嘅文體，有咩特別咧？嗱，形式批判咧，佢第一樣關注咧就要確定呢篇嘅文體係邊一種嘅文體，而且咧唔單止咧眼前成書嘅文體，甚至佢要追問啦，呢個形態喺到馬太手上之先，已經喺教會流傳緊嘅喎。咁當日係用咩形式流傳咧？係咪一樣咁樣嘅樣式去流傳咧？佢又會追尋下嘅喎。好啦，其中一種嘅建議啦，就話咧佢哋點樣描述17章24到27節呢個嘅文體咧，又有叫做宣告式嘅故事。呢個係一個建議啫，英文就係 pronouncement story。呢個嘅 pronouncement story 嘅特色咧，一方面咧有敘事故事式嘅架構，但係咧更加重要咧，佢係帶出種言論嘅，就係咧一個訊息，大家應該好印象好深，就係耶穌所講嘅，例如佢話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免稅了，甚至加一句咧就恐怕觸犯他們等等。嗱，你發覺我哋可以聯想其他一啲嘅故事，都係有類似嘅，有啲可能神蹟嘅故事啦，或者啲嘅對話嘅故事咧，然後帶出一啲我哋好熟悉嘅格言啦，一啲好重要嘅説話或者教導。好啦，佢哋學者唔單止觀察個文體，觀察完之後咧，佢哋會追問啦。呢個亦都可能你同我都會追問過嘅。呢個文體反映緊或者呢個記載有冇反映緊當時教會嘅處境咧？呢個就係所謂生活處境啦。咁學者之間有個字眼，有句詞語叫做 System-Leben，即係個 setting in life，即係生活嘅處境。咁即係話咧，呢番嘅説話，呢個記載其實可能係反映緊當時教會面對一個問題，而呢個記載係幫助信徒嚟到去面對嗰個問題，例如同交稅有咩關係咧？可能佢哋面對交稅嘅問題。咁當然詳情呢度就唔討論啦。類似啦，呢個就係形式批判所追尋嘅。但係當你聽起嚟嘅時候，可能你都會有種感覺，就話咦，好似我哋平時查經都有類似嘅做法喎。我哋都會留意佢嘅文體，留意當時佢反映緊當時教會嘅處境係點樣。不過大家留心下喎，呢個形式批判係上一個世紀嘅觀察同埋嘅研究，即係話100年前。如果你覺得而家佢呢個建議嘅做法都係我哋而家做緊嘅時候，可能你覺得唔係好特別，原因咧即係反映到一樣嘢，就係100年前學者嗰個嘅成果，其實透過牧者學者已經融入咗我哋今日查經或者釋經嘅方法裏邊咯。咁換言之都好順利嘅，我哋應用緊咁解嘅啫。但係我哋不妨了解下，原來咧喺好早期學者就已經經過一個階段去思考呢個方法，同埋咧有啲嘅成果出現嘅，我哋係享受緊個成果都唔定嘅。好啦，呢個係第二個嘅分享。第三個嘅角度去理解呢段經文又點樣咧？嗱，正話我哋所講嘅係耶穌嗰番説話，兒子就可以免稅。呢個兒子咧，其實原文咧係一個複數嚟嘅。咁即係話咧，所以點解我哋話咧可以反映到教會嘅處境咧？即係話咧，所有基督徒信耶穌嘅人都係成為神嘅兒女，而兒女咧就可以免稅啦，呢個幫緊昔日嘅教會面對當時嘅挑戰。但係咧，大家亦都有個直覺或者個感覺，就話呢個兒子唔係咁簡單。似乎耶穌講呢番説話咧，係同一時間暗示咗佢嘅身份。呢個咧就同我上次嘅分享有關啦。上一個分享講到16章同埋17章，其中一個對應到嘅特點。16章16節，彼得亦都提過神嘅兒子，呢度又講到兒子。其實呢個顯示咗耶穌嘅身份。特別嘅地方就係大家個處境都係同一個人物嘅處境，都係耶穌同彼得嘅對話之下產生嘅一個嘅信息。好啦，呢個咧就係佢特別嘅地方。呢個帶出咗另一個嘅特點，就係叫做編修批判呢個嘅呢個嘅方法redaction criticism 叫做編修批判學，或者有時叫做編輯批判。好啦，有咩同形式批判有咩唔同咧？形式批判就係集中經文本身一段仔嘅經文，就唔需要處理上文下理嘅。但係編修批判或者編輯批判咧，佢哋唔單止觀察到呢段經文或者少少上文嗰種嘅關聯，甚至佢要諗得更加多嘅上文，
就係大家記得同樣嘅17章開頭，耶穌登山變像，咦又提過類似嘅嘢喎，又係彼得呢個角色出現咗，又係有對話，而且咧當中咧亦都提到我的愛子，呢個係神親口講嘅，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發覺咧開始啦，唔單單呢段經文，你發覺其他經文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咁跟住學者就會留意到啦，係呢個彼得係其中一個嘅特點，就係呢個都係馬太福音其中一個特色。就係透過彼得個對話，佢嘅認信咧，我哋了解到咧，馬太透過呢個方法啊，去顯示嚟到去宣講耶穌嗰個嘅神嘅兒子嘅身份，我哋就稱為呢個咧透過呢個嘅獨特嘅記載咧，或者呢個鋪排咧，我哋就反映到馬太嘅神學係講緊成卷書嘅神學觀念，就唔係話單一嘅經文啊，形式批判你發覺有少少相似。但係形式批判咧就集中一段嘅經文，唔需要處理上文下理，佢唔需要問馬太整體嘅觀念。但係編修批判咧就邁進一步，係再掌握翻成卷書嘅鋪排，會唔會咧？呢個手法唔單止係一段經文，係馬太整體嘅信息咧。嗱，呢個就係佢所關注嘅嘢。但去到呢度咧，你發覺咧，我哋已經從咧經文背後嘅歷史，就去到經文本身成書，就係由來源批判、形式批判，就去到呢個編修批判啦。嗱，編修批判咧就係反映緊作者即係馬太啦，點樣咧採用佢嘅材料嚟到鋪排帶出個神學嘅信息。嗱，我俾多一個例子大家睇，去翻呢段經文，你睇呢段經文咧冇咗一個獨特嘅經文，咁我哋嘗試會問，或者編輯批判嘅學者佢會問馬太點解將呢段經文放喺馬太福音裏邊，或者放喺呢個處境之裏邊咧？嗱，通常我哋查經咧，我哋就咁望到呢段經文本身去研究，又或者最多睇佢嘅好近嘅上文下理。但係編修批判嘅學者咧，佢會睇得更加闊一啲。例如係點樣咧？點樣反映啲馬太嘅神學觀點咧？我哋又用翻 context 嘅字去理解咯。不過今次呢個處境咧，就唔係先前個處境喎，又多少少嘢。雖然都係環於17、18章，但係咧，大家留意下，仲有馬可同埋路加，即係咩意思咧？有一個有趣嘅地方。而家係反映緊呢個馬太嘅手法。嗱，17章24到27節係馬太獨特嘅經文，但係佢個處境咧就唔係獨特啦。係咩處境咧？佢就係留意下喎，呢段經文嘅上文下理都係講緊耶穌受難，或者耶穌預言自己將會受難同埋復活。跟住咧好快就出現到天國裏爭論誰為大啊嘛。咁你發覺呢個上文下理嘅記載咧，就反而喺馬可同埋路加都有出現咯。見到一個一字，即係代表咧係來源批判所顯示出嚟嘅成果。觀察到其實雖然今日個經文獨特，但係佢個上下文處境咧反而就唔係獨特啦，就係馬太、馬可、路加都係有共通嘅重點，同埋個次序都係一樣，大同小異。而咧就偏偏喺一個共通嘅處境之下咧，我哋更加睇到馬太咧特登加插咗今日呢個獨特嘅經文。嗱，呢個就係我哋編輯批判嘅其中一個手法。我哋就係追尋作者點樣去安排呢啲嘅經文，點樣突出嗰個嘅目的。呢個目的咧，我就話叫神學嘅目的。亦都熟悉啦。而去翻嗰個目的嘅時候咧，亦都係大家熟悉嘅重點，就係耶穌嘅身份啦。但係如果站喺神學嘅立場咧，我哋甚至叫做基督論。同樣嘅27節嗰部分咧，唔係單單一個觸犯他們或者絆倒，而係咧係更加反映緊馬太建立咗一個嘅神學嘅立場嘅時候，咁門徒嘅意義點樣配合咧？點樣反映喺教會嘅生活裏邊咧？呢個係一個整體嘅觀念去理解，就唔係單單一段經文，而係咧整卷書嗰個嘅觀念。咁所以咧編輯批判唔係話針對一段經文，而係講緊咧呢段經文同整卷書嘅關係，甚至每一個段落同整卷書嘅關係點樣好一致嘅反映到個神學信息。好啦，再補充多一樣嘢，唔單止喺個編排手法上邊咧，反映緊馬太嘅筆跡，呢個整個編輯批判嘅重點。而且另一個手法就係話咧經文裏邊嘅用字，通常我哋都會留意到嘅。例如彼得呢個字，你發覺咧係好同馬太用彼得嘅嗰個其他嘅記載好一致嘅。呢段經文咧擁有一啲嘅字眼咧，都係反映緊馬太一啲好獨特嘅記載嘅，例如西門呢個字啦，迦百農呢個字眼啦。仲有咧，你嘅意思如何啦？上一次提過嘅喎，可能大家都唔好明點解上一次提到話你的意思如何就可以將17同埋18章聯繫咧？但係當如果你發現到呢個結構原文嘅希臘文嘅結構，其實係
馬太特別喜歡嘅，甚至係獨有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咧就好合理地將佢聯繫起嚟啦。啊，仲有其他字眼可以留意下喎，例如上次提到嘅叛島啦，啊，甚至咧釣魚同埋魚個觀念咧，原來都有啲關係嘅喎。嗱，呢個留待大家進一步觀察。即係話咧，今日呢段經文咧，就用馬太咧就用咗或者包含咗咧馬太福音一啲嘅特色嘅記載咧，都喺呢個字裏邊咧擺咗喺段經文裏邊融入咗去。咁呢個係幾有趣嘅地方，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嘅。嗱，呢個都係嗰個編輯批判嘅範圍。調翻轉，但學者係透過佢編輯嘅手法、用字嘅手法嚟到去追尋翻馬太整體嘅目的同埋嘅特色係點樣。嗱，呢個就係編輯批判嘅其中一個嘅重要特點啦。咁我點樣理解啲經文咧？例如彼得嘅記載可能同信仰、信徒教會經歷有關，或者你的意思如何咧？可能同天父嘅心意有關。啊，絆倒嘅饒恕同接納有關。迦百農咧可能同福音嘅挑戰有關，又會同大使命好一致咯。提到西門嘅時候，可能咧同啟示同教導有關。或者提到魚呢個觀念嘅時候，呢個技術咧可能同委身同侍奉有關。嗱，當然我嘅建議啫，不妨咁樣去理解一下嘅啫。大家可以有大家嘅觀察同埋去理解。好啦，總結嚟講，嗱，去到呢度，今日我哋初步睇咗來源、形式、編修、批判，呢啲都可以歸納為一個嘅共通一個特點，就係屬於歷史批判嘅範圍。嗱，詳細嘅關係咧，呢度就唔講啦，就初步介紹咗俾大家聽啫。點解為之歷史咧？因為大家都牽涉到經文實際嗰個嘅情況。昔日個經文個流傳啦，或者咧呢啲經文喺教會嘅處境裏邊點運用啦，呢啲都係歷史嗰個處境。好啦，甚至作者嘅目的，因為作者都係個歷史嘅人物，所以咧呢啲全部都係同歷史處境有關嘅。好啊，其他嘅其他嘅批判學又點咧？呢個留翻下一次嘅同大家分享咯，包括咗敘事啦、修辭甚至社會修辭學啦。咁啊，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咯噃。